也是个嘞，吃海火锅出来，交通堵塞。一到那没办法管个啦。现在孩子一个开语各个教室有来带车子，一个带体育堂排上，单车非带个，吓得不得了。那是一个有心理阴影的啦。不然一只脚打个刹车，打个油门。你下趟我来带你带么子？我往后头会带个，出面腹海。现在你在这第二个目的之中，我带一定要发现的是哪一桩事体嘞？但是老师能被忙。我忙得不得了啊！那些的，困觉也是一种奢侈。对我讲起。来了。哦，还有个啥个地方叫？拍电影的地方呢，在那公司拍个电影，拍只20个人。那海我来拍电影啊，一搭。那么一方面呢，不装饰，一方面是拍照片，本来一本杂志，全部那个，把那预科的，下趟拍电影谁来请呢？那个难得来得做啥？我是家群众员，就像我一样。哦，外地人，你再带来个群众员啊？你在手来开会啊？接力是开会的。其实我现在来办民众，还有改动力的呢。一个989终身一次，然后呢得来拍一个。对我吸引力谁是有可能被大家看中，至少有。每天分红，天天分红啊！不那样分啥高？我天天都分红。你两看看呢？你天天分交红奖，来看看。我推广人个那头199，侪有呀。我说个你拉一个人199，能比上我拉个人进来。来弄。再拍一本爱个名堂剧，可以实现我当明星的梦想。对。有这个空能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再打个托拉斯啊？我做得很嘛呀，托拉斯。但也是收我临时办公室啊。然后都不拿一张专用的办公室个家。我是苏州市有点名气的人。对啊。人家喊我侪是来中海的，或者来中我不参加的，所以是作为一个嘛，也不认得我，还不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参加年个呢，他们就不来就扣，啥个拿啥法个，四大进去拔出来红个哪弄哦。木棉花的村。哎，不是，那个上头的是。全部在一家公司拍的。哦。都是明星啊，有很多是演员。搿个人上个面熟的啦。可以没事啊。那个人谁是干989啊？谁能拍的？你进去吧，我现在讲，我最近看了一下那个行业，只要从来分最超过989，你讲有几个人会得去做演员？干啦！你个种了谁是首先？他了呀！但我在安徽去个种性质嘛，错一样的。你到989嘛，拍本影子，你搿边没听两种语，实际上性质一样的。拍这个男的嘛，非常正规拍这个人，可能谁是掏了的呢？真的，搿种公司多不得了，侪来动搿种南京是吧？真的。昨日吃火锅，今朝鸭子粉丝购物混沌，路过南关汽车站，一个离肯德基也关门的地方。对过谁是南关新村，苏州头一个原地回迁的山区。本来第二次机会复制粘贴在苏安新村，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差前后高。对于搿种看自家的能力，一时里也买不起新房子的人来讲，脱离烂铺剧的命运从此改写。辰光差不多着，现在我要赶到够混沌的地方去。那搿场电影已经带着着，又把你怎么又碰头了？哦，你们好，哎呦呦！快乐的姐姐们，大家现在好。那个头发戴鱼镜的。会飞的鸡，去年疫情期间，我们公司做直播，几千上万个人买了大别山的那个火山鸡，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啊，生活在树上的，基本上不在陆地上走的那个鸡。哎呀，这个时候飞到那个树，那个时候飞到那个树。那是鸟吧？鸡呀，会飞的鸡呀，平时还经常到河里游泳。有没有视频让我们看看呢？有视频的，我们看一下不？看一下。